杂草会杂，两三片啊，三一嘞，该三一，莫杂秋落了里哟。上细时啊，差7、8岁啊，就去菜园山档的呐，田园去摘茶。啊，公司抢油小姐摘茶，其实青尾唱落山歌、吊歌人啦，所以应该有这印象。昨天流来草南。亲国啊，来山下爱啦。对面那山档去有小姐啊，就会喊阿芳哥，阿芳哥，从那两山冲来冲去，马来马去，后来出两山结婚嘞。山歌普通是模音教，反正模音教，迄位细细就有哈重要的是咧，人演唱山歌，啊你就慢慢的学。乜介事情都来唱，可以全部创作山歌出来唱，就个天川语比赛的歌词全部自家创出来。唱山歌啊，专注了头脑，想得多唱得准啊，要上音唱得这样的山歌。山歌就是你人生啊感情的表现哈，盛放的一部分。我拍拖的时候，创作会用录音带、CD 哈，发到快乐的时候，叫我点一下哈，山歌就会起来哈。山歌诶有3大条，罗山歌、山歌子、평반，好，其中罗山歌啊，挺难唱。但是冇要紧，快乐就好。茶爱摘就两三皮啦，三日嘞，莫摘就落了离了。从妻姊妹去学村车后底安样嘅歌声，係歌撒東南學，係四季就有旋律。頭擺讀山當天熱無湯紅拉高離曲，呢下時光改變，歌聲讀上是讀要到記憶，要到平白，當到老人家東南講出嘅心照。讀台灣客家山歌有3大條，老山歌、山歌子、평반。其中最有代表性嘅曲調是老山歌，呢係客家人嘅傳統歌謠，一台傳一台從無停。茶油
主餐，我想中梦了。想说俺一时讲爱人天难救，爱心不醉不当了。司机呀，爱吹一讲长久以来，山歌陪伴着客家人的脚步，走过了多少的兴衰与起落。山歌曾经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，只要有客家的地方，就有客家山歌的存在。山歌老同时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这个密切的多么个地步呢？就是情同父子，形如兄弟。这个客家山歌的修辞，除了父比心，就是比喻双关以外呢，他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夸张，也就是吹牛皮。有一首歌，阿哥唔是假牌装，作成山夫喜洋爽，拿到河坝浸一下，几条河坝变洋塘。他的衣服因为很久没有洗，就有盐巴的味道。拿到河里浸了一下，连整条河水都变成放了盐的盐汤一样。你看有多夸张？山歌最让我佩服的修辞手法，那就是双关。双关是客家修辞最重要也是最难的。那没有文学技巧，没有文学修养，达不到那个境界。有一首山歌。石大茶壶很无言，但是莫有也妄言。三生糯米挣扎中，皮熟心上也难缠。石大茶壶，黑无言呐，担心了。
这是形容什么？这形容就是说，一对情人，表面上是很熟悉，可是内心深处，你到底了解他多少？也就按照脾属心伤啊。另外一首就是明朝冯梦龙的那首山歌词《树帕诗》，他描写是一个人看到了丝线，就会想到我对你的相思，把丝线的丝跟相思的思巧妙的连在一起，多高干啊！有关刘三妹的故事，客家人家喻户晓。相传有一位秀才，他很喜欢唱山歌，听说刘三妹很会唱山歌，他就想跟他拼比一下，看谁的山歌比较多，谁的山歌比较好。喂，刘三妹有伫遐位吗？刘三妹有菜吗？你请刘三妹嘛解事情啊？我来请刘三妹比山歌。
爱家山歌。真正到来，太酸了，再来呀，几十路拿出一道，慢慢放北到了，茫然啊，各走无河边柳细那山茫，柳山柳妹那，家门阿了高啊，来你哟来那。自古了山那高啊，穷口出那。乃有山了高啊，神在哟来那。哈！自古山歌从口出南，乃有嘞山歌啊，山在来那。头两句按個嚟山歌咧，對唱留言都提講，以前秀才本嘅廖三妹啊，拿到唔知要用辦來回家咁，那就講我哋嚟比山歌，喊佢出家咧，用船咧底部咧載到青島國外鋪啊，拼到人家咧只有14個字，他就打道回府去了。山歌還有另外一個特色，叫做對唱。音乐来讲，我们叫 call and response， 我们叫做应答唱法。我问你，你回答。以前呢，大部分都是散档嘛哈，他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呢，有时候是挑逗对方，有时候故意来刺激对方，有时候是故意来吸引对方。
你看俩先推来讲，这个画面已经看不到了。但是呢，安尼看到在以前的画面当中，里面看到男女之间他们透过劳动，然后来传达感情的这样子的这一种方式呢，比如说安尼有糖豆你冲流出来冲了，然后开淡锅啊，不但透过劳动来把他们的律动啊，身体的律动表达出来，这个是在旋律上面，但是他们事实上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把他们对对方的爱慕呢，透过歌词来表达出来。公公切哟，嘿吼，哦嘿嗨吼，开灯来开来嘿吼嘿哟，走灯光那嘿嘿，东欧开灯来妙啊妙，公公切哟。就是个太阳，哎呦，中山吉坡，哎呦，山路架起，哎呦，大海游到嘿呦，渡机出海，哎呦，脚探几险哦，哎呦，阳当阿爹哦哦哦哦，哎呦阿头。主动前届台湾山歌比赛活动，今年下天唔是上届，而是台湾最新台人嘅最创秀嘅山歌比赛。东东英讲啦吼，没有在竹东比过山歌得冠军，不能称作为山歌王。我参加了山歌比赛有20-30年的时间，年年爱参到就多多。我小3年前就开始来比赛山歌比赛，到了后比赛到50人岁，我当好唱山歌，当然又来比赛哦。你知道那时竹东山歌比赛的盛况吗？车水马龙，把儿童乐园挤得水泄不通，人数至少2万个人。从早上站到晚上，没有人离开，撑着伞，穿着大衣在听山歌。我记得民国60几年的时候，大家唱的山歌呢，是跟时代还有政策有关的。比如说中美断交的时候呢，就唱处变不惊，庄敬自强。蒋经国当总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唱经国总统真贤明，10大建设样样新。台湾了风啊，风啊。
呐，世态有见那些啦，永永流行呐。军民六邦啊相留，同下流离呐，三芒六大那边啊，铁绳六。这些老八股，在现在年轻人绝对不会写这样的歌词了。最近几年，山歌班如雨后春笋的开创，它的缺点在哪里？就是山歌班变成一个学习山歌的一个制式教育，大家所唱的山歌都是同个模子出来的，这就是山歌班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山歌班有没有它的优点？有没有它的贡献？有啊，3部一个山歌班，5部一个山歌班，唱山歌变成遍地开花的在唱了。我非常喜欢传统的歌谣，我教唱山歌也有30-40年的岁月咯，有學生激動我也唔啲。不過非常出得我擔心嘅就係，你一唱山歌嘅人年紀漸來漸大。佢上年又沒落嚟，你又出得一啲擔心嘅所在。如果你唱山歌，除咗公園以外，仲有啲山歌歌謠班啊。所以呢，你講推廣客家歌謠，我用冇同樣嘅方式，我也做得試看看呢哦。好高興，很歡喜啊！非常歡喜。第一排嗰度啊，山歌班啊，睇家勁嘅。基本啊，要為大家唱幾首歌。你唱乜歌曲啊？我唱傳統嘅，跳可以跳來創作。哦，自己創作嘅歌曲啊！我聽到太感謝了。其实小时候看爸爸画画的时候，他都会放客家山歌啊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听到这些传统歌曲，怎么跟我听到的西洋歌曲不一样？好像比较传统的东西比较老气的感觉。可是后来渐渐长大，发现传统的东西听似简单，其实非常不简单。那在我从大学时代到现在创作客家歌谣20多年经验里面呢，我一直认为说，其实不管是传统或者是现代，只要能抓到那个歌谣里面一种精神的共通性啊，把它抓出来，然后结合现代的元素，就可以呈现出客家音乐的一种新的面貌，但是带有传统的精神在里面。我先带来一个小调，绕个上台调哈。从传统我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们的天后在这边啊，他刚法从没买票准哈，多多包涵哈。山歌南那唱，
上流了，退了，脚踏了，流那退那，薄薄落跌倒。走的有路啊，巴拉，爱唔落落雨了。节目大家，其实啊，我认识邱家老师大概有20-30年的时间了。有按给我？因为我从小呢就是听老师的唱片长大。来爸爸呢，赌侯又是老师的好朋友跟歌迷。邱谁就牵着我的小手啊，去竹东山歌比赛，很多客家活动去听老师优美的山歌的。哎，有这样哎，从头才任何创作，反正有冲山歌所在，都能够靠到俺爸爸呢。老师啊，你表演这么多年的经验哈，在这么多地方演唱过，有没有在 pub 演唱过客家山歌？pub 哦，嘿，冇呢，没有哈，冇啊。带老师去 pub 演唱好不好？好啊，骂啥讲骂啥。哎呦，天后要在 pub 唱歌，我真的有压力呢。啊，会吧？会哦，很紧张哎。研究哦，洞洞应该演唱的版本，我一直很紧张，戒慎恐惧啊，不知道你这样跟这个流行的合得起来吗？但是我尽力的。吃宽宽的哈。现在用什么 key？ 我先走，我有看老师有走 E 调跟 F 的。那个 F 的话可以。我们先走走看，先 OK， 不行我们再换。我会多一小节。就是哒哩哒哒哒哒哒。老师再多两拍，那就6拍了嘞。老师算的是对的，因为老师是唱从他那个最后一个是收掉开始算1、2、3、4，但是我们是从小节算，所以会不一样。在流行音乐里面，大部分是固定的拍子，但是呢，在传统的客家山歌呢，很多是自由吟唱或是非固定拍。那再加上这次呢，重摇滚的节奏，还有电吉他这么大的声响，我想对传统的客家歌手来讲，是相当大的挑战。还是差一点，我们就会再修一下，然后修再编曲再完整一点。对，老师唱起来效果很好，老师觉得呢？很好，不一样的感觉啦，好通通啦。随便什么时候加都可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哎，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好！今天呢也非常欢喜，今天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其实启蒙我
这个创作客家山歌的2位很重要的老师，一位是李秀霞老师，另外一位是胡全雄老师，今天来到现场。胡老师好。我尊敬的。非常尊敬的胡晨勇老师，开始也在现场，佢作词作曲係咪非常的欣赏，让你空容。老师先介绍一下你自己，因为我们平常看到老师啊，都是在电视台里面或者是这个国家音乐厅啊、传艺中心演唱。第一次呢，把老师带到这个 pub， 老师有什么感想吗？这里是不一样，你看看这个有树狗，有40个太多的杜咖啡，你很满个素材。基本上是我们年轻人鬼混的 pub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不一样的一样。所以我今天呢就速看呐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好，我们第一首呢，我们用这个老山歌跟平板来重新编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对。
接下来呢，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刚才是唱老山歌跟平板嘛，客家最基本的山歌有3大调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山歌子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邀请到我们的客家的嘻哈歌手谢宣琪来跟我们一起演唱，欢迎谢宣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宣琪，圣代，哎，刘老师好，李秀贤老师好，还有胡学雄老师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我们3个站在台上吗？不知道。我想要呈现就是说传统的客家山歌、摇滚的客家山歌，加上嘻哈的客家歌曲，把它3个结合在一起啊，就是用这个山歌子来做主题，大家一起来玩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带来这首用山歌子啊重新改编的版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谢谢。看看看的哦。条酒山来高啊，来到了白哟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姑娘流上那江南，是皮流风啊。杭路了就可那比呀，也可了容了。最强世界年纪，就是靠你嘛，干苦都听命，我属于的相信的香味，咱的你。今天我非常高兴听到他们2位的歌声，我感觉到时光倒流，我忽然感觉到年轻了啊！因为山歌不要再给我一种老化的那个思维，质疑传统重要还是创新重要？未来流行的趋势就交给时代的潮流吧。我有办法。Yeah。今日俺个表现哦，我也一个感觉，俺要休上起来，因为俺教山歌、唱山歌很多年，忙是有按全新的结合。俺个现，汉摆休上人，今日要能够接受到安尼了传统的歌谣，安尼老人家也能够去吸收，也能够去欣赏安尼啦。休上人的曲风也系非常赞的曲风。